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歡迎收聽香港新聞頻道。當年今日帶你重溫歷史，緊貼現在，馬上開始。係1975年3月4號嗰日清晨，倫敦天氣有啲涼，但白金漢宮內部氣氛暖烘烘。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喺華麗嘅舞廳為一位85歲嘅老先生頒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。就係咁樣，查理卓別靈正式成為 Sir Charles Spencer Chaplin。佢坐喺輪椅上，頭髮全白，穿住深色西裝，拎住拐杖，樣子有啲蒼白，但眼神仍然閃住光。呢一刻，距離佢出世嘅倫敦貧民窟只係3英里遠，卻係佢一生最輝煌、最圓滿嘅一刻。查理唔單止係默片時代嘅喜劇天王，更係電影史上最偉大嘅藝術家之一。佢1889年4月16號喺倫敦 Kennington 區出生，屋企窮到冇飯食，爸爸早逝，媽媽精神有問題，細個已經要喺街頭賣唱做童工。佢7歲就上舞台，喺音樂廳學到一身搞笑功夫，眼神、手勢、步姿，每一個細節都練到出神入化。1910年，佢跟卡爾洛劇團去美國巡演，冇幾耐就被荷里活睇中，從此一飛沖天。佢創造咗流浪漢呢個經典角色，細鬍鬚、爛波鞋、竹杖、窄西褲、鴨仔鞋。呢個小人物表面搞笑，其實好有深度，反映當時社會底層嘅辛酸同人性光輝。1921年，細路王讓全世界觀眾第一次見到佢嘅搞笑又感人。1925年，《淘金記》入邊佢食皮鞋嗰場戲，到而家仲係教科書級經典。1931年，《城市之光》，健美盲女認出佢嗰一刻，成個戲院都靜晒。1936年，《摩登時代》，諷刺機械化社會，佢自己作曲、自己導、自己演，簡直係全能天才。1940年，《大獨裁者》更加大膽，直接嘲笑希特拉。佢喺片尾嗰段演講到而家仲係反戰經典。但係成功背後，佢嘅人生充滿波折。查理一直係英國公民，從來冇入美國籍。佢支持窮人，反對戰爭，批評資本主義。結果喺1940年代末、1950年代初，麥卡錫主義橫行嘅時候，俾人指係共產黨同路人。美國聯邦調查局監視佢好多年，連私生活都拎出嚟攻擊。佢結過4次婚，第2同第3任太太都好後生，呢啲喺當時都俾人當把柄。1952年呢，佢帶住太太去英國宣傳新片《舞台生涯》，美國移民局突然取消佢簽證，等於將佢放逐。佢同太太 Ona O'Neill 同8個仔女之後就喺瑞士 Vevey 安家，過住平靜大點孤獨嘅生活。Una 係佢第4任太太，比佢細36歲，係著名劇作家 Eugene O'Neill 嘅女兒。佢哋1943年結婚之後生咗 Geraldine Michael、Josephine Victoria、Eugene Jane、Annie 同 Christopher。Una 一生都好支持佢，無論係事業低潮定政治風波，都冇離開過。查理喺瑞士繼續工作，雖然身體開始轉差，但佢重拍舊片、寫自傳、作曲，仲喺1972年獲邀返美國，接過奧斯卡榮譽終身成就獎。嗰次返去，觀眾起立鼓掌幾分鐘，證明時間，證明咗佢嘅清白。不過呢，英國爵士勳章呢件事呢，卻遲咗好耐。原來早喺1931年已經有人提議頒俾佢，但因為政治原因，英國外交部同政府內部一直拖住。2002年解密嘅文件顯示，1956年外相曾經明確反對，怕得罪美國，影響英美關係，一路等到1970年代，冷戰氣氛緩和，查理寧年紀大，健康差，先至喺1975年新年榮譽名單入邊公佈。呢個遲到嘅榮譽對佢嚟講意義重大，因為佢始終係英國人，倫敦先係佢嘅根。返到1975年3月4號嗰日，白金漢宮舞廳金碧輝煌，水晶燈閃住光，牆上掛滿名畫同質感。威爾斯衛隊樂隊奏起舞台生涯主題曲，呢首歌係查理自己作曲，旋律帶點憂傷又充滿希望。佢被推入大堂，坐喺輪椅度，腰板企直，樣子有啲茫然。
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微笑行近，拎起儀式劍，輕輕喺佢兩個膊頭各拍一下，然後彎低身掛上勳章，溫柔講：起嚟吧 Sir。Charles Chaplin， 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持有者。佢因為太虛弱，冇跪低，但女王完全明白，儀式只係短短20秒，卻令全場好多人紅都紅咗。之後，女王同佢傾咗幾句話，多謝佢嘅電影陪伴咗佢同全世界觀眾成長。差利之後對記者講，佢當時 dumbfounded， 完全被鎮住，覺得好開心，又話 I feel wonderful。佢仲講笑話，而家我要去飲醉。離開宮殿嘅時候，佢試住企起身，揮動拐杖向群眾打招呼，笑容滿面。太太 Ona 扶住佢手臂，細聲話：笑啦，笑俾大家睇。佢即刻喺宮外吻咗太太一下，閃光燈狂閃。呢張相成為歷史經典。之後佢哋去 Savoy 酒店同家人慶祝，現場有太太 Ona、女兒 Geraldine、Josephine、Jane、Annie 仔 Christopher 同埋女婿 Nick Sistovaris。大家圍住佢，摸住勳章，笑聲不斷。Annie 當時15歲 ，Christopher 12歲，係當日入宮陪住佢嘅兩個細仔女。佢哋見到爸爸終於得到祖國認同，都好感動。查理喺酒店對記者講，佢仲想拍新片。我仍然有能力工作，呢句說話充滿佢一生嘅樂觀同堅持。查理嘅故事唔只係一個喜劇演員嘅傳奇，更係關於韌性、才華同遲來公義嘅預言。佢從貧民窟走到白金漢宮，用默片講出全世界語言。佢被政治迫害，佢從未放棄創作。佢85歲先得到爵士榮譽，但呢份遲到嘅肯定證明真正嘅天才。時間會還佢公道。佢1977年12月25號喺瑞士安詳離世，享年88歲。但佢嘅電影到而家仲喺全球放映，包括香港。幾代香港觀眾都係睇住摩登時代大獨裁者長大，學到笑中帶淚，笑完又思考。1975年3月4號呢一日，唔單止係查理卓別林個人嘅高光時刻，亦都係電影史上一頁溫暖嘅注腳。當女王嘅劍輕輕拍落佢膊頭，歷史就為呢位流浪漢加冕。佢教識全世界，無論環境幾艱難，都可以用創意、幽默同愛去征服命運。今日嘅當年今日就帶大家重溫咗呢段動人故事。真正嘅偉大從來唔會被時間埋沒。感謝收聽，下次再會，繼續緊貼歷史，緊貼研作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